樂提名最佳電影包括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，監製莊晴、葉偉信。爸爸，監製錢小偉。看我今天怎麼說，監製廖婉紅、何康、黃修平。破地獄，監製邵劍秋、陳茂賢、陳星人。從今以後，監製溫希宇、鄺佩斯、葉慧珊、廖朝輝。好啦，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得獎電影係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，監製莊晴、葉偉信。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監製莊晴、葉偉信，由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、無限動力實驗有限公司、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、銀都機構有限公司、聯瑞上海影業有限公司、浙江橫店影業有限公司出品。希望所有團隊我哋一齊上嚟接受呢個獎，所有。恭喜大家！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莊晴，我好欣賞爸爸破地獄，從今以後同埋看我今天怎麼說，佢哋係好好嘅香港電影，值得支持。九龍城寨之圍城咧係經歷咗8年，頭4年Angus 陳河超先生喺度推動。不停咁推動，後4年鄭保瑞導演喺度運作，咁攞到呢個咁好嘅成績，首先要多謝鄭保瑞導演。Angus 同埋我哋九龍城寨嘅大佬嘅大哥大，龍捲風同埋所有嘅大佬同埋佢哋嘅接班人，咁好多謝葉偉信導演。多謝阿林林、阿 Kenny 同埋我哋嘅金像團隊，每一位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。多謝環亞無限動力、天下一銀都同埋以聯瑞為首嘅內地出品公司。多謝 MCM。最緊要係多謝支持香港電影嘅所有觀眾。而家香港電影咧正處於非常之困難嘅時期，希望各位同業，尤其是年輕一輩，唔好放棄，加倍努力，堅持下去就係勝利。香港電影加油！好啦，咁講兩句啦嚇。我希望以後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唔係成日睇 Enola 見到新人，係以後所有新人就你哋去帶領我哋香港電影走出另外一步出嚟。呢個我最想講嘅問題。代表林老闆，代表環亞，多謝大會，同埋多謝所有投我哋一票嘅。亦都多謝我哋好犀利嘅導演。多謝莊晴，多謝 Angus 嘅堅持，同埋多謝所有台前幕後所有付出過
因為我哋拍嘅時候係疫情係好唔簡單。多謝各位觀眾。多謝大會，多謝大家，同埋多謝喺舊年5月1號之後開始睇翻香港電影，同埋追翻香港演員嘅一班觀眾同埋債民。咁2016年開始做九龍城寨呢個 project， 咁經歷咗好多困難啦，融資啦，另外一睇完景一傾咗演員就封咗關，冇人入戲院啦，然後拍緊 ending 嘅時候就限聚令，上畫嘅時候又遇到市場下滑，同埋香港電影喺一啲地方已經唔係咁主流啦。咁喺最艱難嘅時候，大家頂住就捱咗過去啦。咁就多謝香港電影俾到我哋嘅力量啦。咁同埋其實可以繼續入戲院，繼續聽到廣東話係件好幸福嘅事。多謝。今年都係銀都75週年，銀都希望繼續為香港電影加油，盡自己一份力。多謝。多謝大家，香港電影加油！我想補充一句，因為今日多謝咗好多幕後嘅人，其實我好想多謝幕前一班演員，拍動作片真係唔容易，佢哋每日好辛苦、好攰咁樣翻屋企，第二朝又精神奕奕咁樣嚟再拍。大家知道鄭生啲通告係點樣㗎啦，係咪？咁所以亦都當知有呢個提名嘅時候，我發咗個信息俾莊生，我講咗，我一定要睇台上面，希望有咁嘅機會多謝佢。佢係第一個支持我哋嘅人，係相信呢件事嘅人。我計一計莊生嗰個監製費，我哋都幾着數，做咗8年，好多謝你，莊生，多謝。同埋想講句私人嘢，我想多謝我個女，因為有咗我個女之後，我先至咁勤力做嘢，多謝。多謝大家。嘅得獎者，我哋今晚圓滿結束，大家繼續努力。